Hello， 大家好啊，又係我的神。今集帶大家去食一間懷舊嘅西餐廳，就係位於太子嘅名寶石餐廳。以前有3間分店，而今日去嘅太子名寶石餐廳就有30年歷史，曾經俾日資公司收購，最後俾香港人買翻，先改翻名做名寶石餐廳。而以往我拍過金鳳同埋金翠，另外仲有飛鷹餐廳啦、沙樂美餐廳啦，仲有附近嘅帝尾牛扒。我拍呢間嘅時候，對佢嘅期望其實可能係金翠啊、金鳳啊好少少，點知食落唔係，我竟然覺得係呢間最好食。當然啦，佢收費都係最貴嘅，而佢嘅位置就喺太子道西，響太子站 B1 出口行過去應該係最近。響入去食嘢之前，麻煩未訂閱嘅記得幫我訂閱，或者俾個 like 支持下我。記住唔好飛廣告，衷心感謝大家。行到門口外邊已經有一種好 old school 嘅感覺，就好似停留喺80年代。一行到入邊呢，職員就用手勢同我講，下面已經敷晒，叫我哋上邊。之後發覺連樓梯都非常之懷舊，上到上面幾乎都敷晒。好在我哋前面仲有2個位。除咗扒房之外啊，大概有谷豬扒飯啊，仲有其他碟頭飯，價錢都係比出邊貴少少。要個煎牛仔骨黑椒汁辣湯，澳汁雞飯。嗌完嘢大概等咗10幾分鐘左右，就有餐包同埋湯啦。上面有美極咯，賣相好似唔錯咁啊！佢個包好似蛋糕咁啊，外邊有紙，同埋摸落去熱辣辣咁咯。食過一啖係唔錯嘅，即係感覺上去係本身佢係有牛油喺入邊焗過，所以成個包你唔搽牛油都有牛油味。諗落去嘅味道呢，佢唔係就咁呢個忌廉雞湯，佢個味道好豐富啊！咁入邊有啲蘑菇啊，同埋海鮮，佢個層次好豐富。入邊仲有雞絲啊、火腿啊。點啊？好唔好飲啊？我覺得好飲啊，又夠熱，個味又夠濃，唔錯。比較濃嘅番茄味啊，同埋佢嘅味道層次好多嘅，佢唔係好單一，淨係番茄。總括而言啊，佢嘅白湯同埋紅湯都係對比我食過嘅扒房水準都比較高。呢個牛仔骨嘅份量都幾多，就咁睇起碼有4-5塊。食得出呢啲係靚牛仔骨嚟嘅。其實我就咁食落去呢，佢冇乜嗰啲醃肉粉味啦。咁其實我認為佢呢啲係就咁撒幾粒鹽呢，已經係好好食嗰啲牛嘅。佢個薯角都特別嘅，好似回力鏢咁樣。其實牛仔骨呢，可以唔使點隔離嗰啲黑椒汁，因為黑椒汁佢嘅黑椒汁係好鹹，所以點咗我反而會覺得嘥咗啲肉。頭先食完之後，好似嗰啲汁係咖喱加椰汁，就變成依家嘅葡汁。感覺係咪好似唔夠濃啊？係啊，淡淡嘅。我食嗰啲雞肉就有啲冰鮮嘅感覺，我有少少抗拒嗰種味道。其實佢啲份量都夠多嘅，講雞肉嘅話。係啊，呢個可能鹹咗啲咯，但係我覺得都 OK 嘅。甜品可以選擇啫喱或者芒果布甸。咁我哋就揀咗芒果布甸啦，味道有好濃嘅芒果味，我係收貨。最後埋得535啊，真係1分錢1分貨。我認為名寶石餐廳應該係扒房之中算比較有水準，特別喺旺角同埋太子呢個範圍之內。
其實大家心目中仲想我去邊間西餐扒房度拍呢？不妨留言話我知。如果你未訂閱嘅，記得幫我訂閱，或者俾個 like 支持下我。記住睇片千祈唔好飛廣告。今集就嚟到呢度，我哋下條片見，拜拜。